鸣惊人。风花又嫁也来早，西摩的安将爱马萨。有没有？是不是很弱？啊，没有。相送怒情报。重击歌王，不要重病歌王。三姑六啊冲啊，心无开哟，我从各位心中，闹热大擂台，闹热强下来。哈哈。哎呀！哦，经过前2礼拜10强比赛以后哈，70强起来的哟。也10强等的做落哈，继续行，后尾后一关比一关，一关比一关，更困难。根本伊两个阵讲，根本当难哦。当然哦，用办公当然呢。根本魔王 PK 赛啊！啊哎，可能是俺的那参赛者较厉害，也是魔王较厉害嘞。嘿哟，希望把魔王干掉了哈。哎呦，好可能哦。好，来今个比赛介绍评审先生。徐先生，齐思飞先生，罗格里先生，总编先生。好啦，先生介绍题。今日请紧张。重金挑战赛，不那个不用轻松对不对？看声音的唱歌的啊。这样没用的嘞吼，唱一线对嘞，客家字体踏出来。好，来看一下哈。你饿啊？三。你饿了？俺都马个名人他个介绍啊来个。大家好，我是苍宇贤。苍宇贤，今年14。所以发现你很会唱歌的。是1爸爸，2妈妈，3阿婆，4老师。阿婆。阿婆。3，好，恭喜你，这题答对了。啊。阿婆有来吗？有。有啊。阿婆在哪里？你好，大家好。啊，你好，你好。嘿，
娘呢，发现到是阮安慰唱歌的。哦，佢3、4歲嘅時節就當校唱歌嘅啦。啊，就其實也唔係講嘅蠻高級啦。佢 iPad 標本機吼，佢咬絲下唔曉得就高級咬絲那樣嘅。啊，你阿婆，誒，伊多歲今年伊多歲？愛曉。係啊，60嘛，兩龍年金嚟個叫做。你是唔係醫生哦？教 iPad 哦。唔會啦。啊，厲害啦！要挺後生人嘅時代。今日阿公阿媽吼攏真厲害呢，有啲俺哋唔知嘅吼，伊攏曉得呢。厲害，安尼與時俱進哈，係天天好生意。哎，隔壁嘅小鮮肉喺廿萬嘢。你係只係啊？係啊，一隻啊，牙拉。隔壁係要萬嘢。牙拉。啊，牙拉啊。人家來嘅，請問有支持人家妹嘅唱歌嘅冇？佢翻譯就好啊。唐公伊嘛會演講朗讀，哦，成績都相當的優異，對不對？他這次唱歌迄個東明國小嘅老師哈，落去報名嘅啦。哦，很強哦，哎，好好的皮容，你看，佢上了以後呢，哦，又用笑一下，你笑一下，你看兩片就有救回來了。甜美款的。哎呀，做有很多桃花嘴嘛。我做嘛很多桃花。哎，羅先生，你假偶像的嘛？哎，假偶像。哎呦。那我最新的歌。哎。那你講個講面邊的吧？不是。結果，哎，導播剛剛沒有找到。他說阿婆說我是他的偶像，然後他的臉是。唔係啦，其實阿婆好較快些講，其實偶像係阿婆的偶像。哎呦，哦，那有漢，下一次有機會的話，再請你來有唱的一篇演講，好嗎？好，好嘛。啊，你今日看也唱過嘅歌，先聽先生的歌，好，你唱的總飛先生。好來。以前你的聲音真的很漂亮，音準非常的準，節奏感也很好。你整體的那個表現啊，一剛開始的那樣的氣勢，我就覺得非常的棒。然後你的酒窩真的很可愛，整個在演唱的時候的整個表情跟表達，我都覺得非常的棒。未來真的很不得了，繼續努力哦，加油！哦，很仔細哦，記得看前後哦。來看一下佢嘅分數，有辦法拿到獎金嗎？以前的分數。恭喜過關，你有冇？沒有，謝謝大家。謝謝老師。是嗎？阿婆公，謝謝老師哦。謝謝老師，他跪下來。不用。不是拜高堂。好，來，頒發獎金。哎，你拿得動嗎？可以嗎？好，那3000塊，那你就帶去吃飽費，好不好？吃飽一點來。吃飽費大概你就找便宜一點的2人份而已就沒了。就說白生，你貴族世家嘛。哎，你看你有2個呢，我才1個。好啦，你不要再跟人家計較這個。去挖呢，叫醫生幫我挖一下。他原本剛剛有在考慮要不要把你列入為他的偶像的，然後你現在又。我到底是不是你偶像啊？好了，你就讓他開心一下。你會不會唱我的歌？老了。有沒有聽過這首？啊，算了，好了，他還是繼續他的哈嘎字替他出來好了。好了，啊，回去 YouTube 點一下。YouTube you know？ 啊，你就點一下，打是不是老的羅時豐，他就跳出來。順便哈，回去那個 FB 也打朱海軍 Angel 哈，要上去點讚。好了。你要打那個等到天光哦。沒有啦，等天光而已。不要亂。好，謝謝你，謝謝安子 C 哈，回做消息。參賽者兩賽一組，出場選出一位魔王進行 PK。3位當中分數清大嘅，也希望達到88分嘅搶視淘汰。下降強分就由評審開會討論看賣意嘅。好了，馬上接下來呢魔王 PK 賽了哈。嘿，第一組有搶到嘅係齊金鵬、朱君富。好，分享2位就在呢舞台當中。哎呀，
来嘞，来嘞，来嘞！今天的魔王哦，我刚刚有偷看到了一下，今天魔王不强，很弱，真的，所以你们放宽心，放宽心来比，你怎么知道这2个很弱？哎，挑事在讲啊嘞，对不？不用下了，我一定真的不厉害哦。技巧唔会强，技巧唔会强，推撞较会强。哦，推撞伊慢伊就强。慢就强哦。啉几人伊落伊嘛强。哎哦哟，讲到啉几人还没强。刚才料面慢牛来出。来。好，啊，台长，哎呦，真是。一切台长负责。台长，你不要2块都抽出来哎。交给我们的。你咻，好啦，男生抽就对男生。金曲歌王，没就干你。哎呦，那就不好意思，我跟你们 PK 一下啦。哎，那今天的真的很多。哎呦，金曲歌王会骂你呢。来，一鸣惊人。风花又嫁呀来早，西莫的暗枪爱马萨，爱上就是朋友后生，爱唔爱吵。有没有？是不是很弱？很强啊，很强！哎，真的哦，声音哦。哎，轻后嗓，很有磁性哎，对呀，而且而且唱得很流畅，有没有？对，台长你紧张哈，你会一直吞口水哈。你看到，台长个胡须哈，一直在抖。冇来扶太太啦，紧吹。好，你老神在，好。多大黑曼尼呢？马叔有请我哋金曲歌王黑曼尼呢，请出场。哎呀，玉萍啊！嗨。留到了下个产水闸，动腔，你去动优秀。啊，不过根本嘅，我唔会数下流程嘅。各位产水闸，强嘅射枪嘅，定练吧。老公好，阿哥海军好，阿哥欣赏好，好久不见。今天你要跟这2位都认识吗？认识吗？哈。你好，你好。不认识啊？知道他。知道他哈，谢谢。他很厉害哦。他有去那个星光帮参加歌唱比赛呢。什么？他还入围22届的金曲奖，但没得奖。哎，有入围就很棒，我也入围5次啦。对。好，可是台长怎么了？你可以靠近一点，你不要站在后面拍不到你。好了，这马上的金行比赛，好不好？好。用 V 安尼学员的魔王变啊！是。哦，阿你动态呢？有吗？2对1呀。你动态。强吗？个啊，有吗？好强的呀。有。真的哦，2个真的动不冲啊，动厉害哦。还有糖果呢。真的，我真的。有啊，彩排有糖果。有呀。魔王不应干掉啊，那个。哎呦。加油啦哈，3位加油啦 ，keep on，带着马讲。那这个下一个曲。哇。北公北婆，莫自己莫自我。是这个。这个。真的。台长来。哎，我带来是韩歌。韩歌。有没有后堂？你呢？基种法。哎呀，后面后堂，来，哦，连续来弹3条后堂的歌曲来。天
前模仿就太阳光，心生这里天热气，平安自然就有好光景。生我忙不讲法，就要拜八公，隔壁邻舍手盘来去八公了了，事情之后为人总有给老八公，的人意心中的 TV 冲天空让八公八婆，母子给母子我，自家的种皮婆，猪用了穷用头，爱生你就生，不生爱呀无奈何，抢一声就蹦天了，就算莫看到赚一块走点梦，抢一声就蹦天了，就算莫看到赚一块走点梦。八公八婆，八公八婆，谁梦爱白头手给谁阿哥？八公八婆，八公八婆，后生爱到几时怎爱埋要我？八公八婆，八公八婆，俩生的给东西用办为安多。八公八婆，八公八婆，韩国好吧，谁人的安多萨？韩国树下错了给老人家，韩西的了高上高下，唔知个月有几多年？韩国西路变得爱忍不住。韩国天气真像无人照顾，韩西的了高也高处，几多春夏秋冬，比个东啊西啊，比个天地。比的爱求到了咪的爱养你，不管行北行南行到哪位去，含起路不卡最相爱转移，比个东啊西啊都是个个咪，比的爱养到了咪的爱养你。行啊行到哪飞，不可永远的心独立。比个东啊西啊，比个天地，比的爱求到了咪的爱养你，不管行北行南。行到哪位去，含起路不卡最相爱转移，比个东啊西啊都是个个咪，比的爱演到了咪的爱养的，不管行。
数一下来。哟，金星女神，一鸣惊人一下来。海险报道本大家欣赏。会不会有点那种做作的声音？不会啊。从今你家烟悠悠，高的山子路途口。花灯一蕊拍拍，渐渐加花，几蕊花，看因落手唱因徛在伊吉他，大作在田野山下，按不头又转到爱的木下，加蕊花，下阿坡头那当加几种花，几种花。不惊一条蓝蓝天空转风长，不管到哪里，心愿青菜心跳暖意记茶，几种花，你看给蜜花香不爱茶，给蕊花，汗水香空灯轻轻奔马沙，几种花。碌碌碌碌，照心做到一条恰恰，几种花，你看嘅阿婆也老也快发，被蕊花，拍谢谢相思别怕风比了高，了蕊花，黑暗用心嘅永永远远，隐隐约约快点。水向空灯轻轻奔马沙，几种花，黑暗用碌碌碌碌，照心做到一条恰恰，几种花，你看给阿婆也老也快发，给蕊花，拍谢谢相思别怕风比了高。谢谢，什么感谢？谢谢。变咯哎呀呀呀！冇啦，来交流啦。交流。嘿嘿嘿。係啊，一人在一邊啊。你陳水咋當強呢？那昆董好，盡量給啪錄音呢。妹妹10分的那個功力都給他拿出來。我拿11分。多1分是哪裡來的？路上撿的。永斌現在也是越來越純熟了哦，那個這個唱歌的功力。送一擺來嘅時節後，也是當魔王，對不對？嗯，吃到100口嘅功法誒。有冇？花卡多啊。哦，愛了吼，愛老跟大家說一下。你最近在忙什麼？我最近咧有參加一隻舞台劇。哎呦，一隻舞台劇係全部客家的。就是新改編的採茶客家舞台劇，已經演出了。對，它是新改的。然後最近也有在大立電視台主持一個節目啦。歌唱性的節目是不是？也有唱歌，也有主持。嘿，對，然後就是訓練一些口才啦。然後最近在籌備的專輯，可能在
客家专辑吗？过年过后会发行。希望你的专辑赶快出来了哈。谢谢。我觉得他也很棒。那个好棒哦。董理辉不是，他的歌啊。那些传统的八公八婆改成这样子。啊，你那一句开始发现有一种能力了，我起来会创作词曲的。很小就差不多读国中，国中的时间就开始会写歌。不过俺唔晓弹吉他啦，就写歌词、唱旋律，就这样子。就这样子。那现在就是刚好我老公会弹吉他，然后帮我编曲，对。哦，所以老公就比较成熟，像一首歌这样。不然就是董简单，就是 melody， 就是冲啊下，哎呦，董简单按下一条沟东脚就下后嘞。那你去挑老公的时候，你第一句话都是问人家你会弹吉他？没啦，也是后来，因为他会吉他，所以也才鼓励我一起玩音乐。哎，不然老公也在那边嘛，对不对？哎，老公真的有机会。叫人家老公干什么？不是，我是说，因为是不是老公？老公，一摸出来冲啊，一摸出来冲，真的埋没人才。真的。那安后岸的一类创作者，哎，你有机会把它做成一个成品嘛？好不好？那你什么时候要出唱片？在筹备了吗？还没有，连想都没有想过。还没有想哦。没有想过。那好吧。不是啊，你现在台长退下来也没事。可以了啦。好不好？先做好做满。来一个男女合唱嘛，好不好？哎，做得嘞。好，按你看三位唱都用版的唐先生的贡品啊，来。分享叶嘉修老师。哈，因为真正人吼，就遇强则强的感觉吼。先讲清凡哈，你给不冲凉水果真的是创作下得清好，然后各方面都不错。有一点还是想讲哈，唯一我能够挑的问题是讲，从他嘎发就它有一定的咬字，八公八婆，它有一个切的音。可是你唱的不是，你是唱的八公八婆，就是没有做出来了，那个力度就不够了。八公八婆。这个地方对我来讲呢，这种轻大宋哈，整体的感觉轻厚哈啊，然后台上哈，台上根本是我看到你表演以来唱的最好的一次，劲歌就轻松广发，然后共鸣的位置也很漂亮，就觉得哎呦，我从来没有发现我们台上唱歌按钮干不够。这么低音这么漂亮，但是一碰到最后那个假音一出来，吓到了以后，就整个就走样了。整个以比赛来讲的话，真的讲够好了。那三位都一样，尤其是今天那个永斌出来的时候啊。我真的感觉到你是个非常棒的歌手啊！整首歌这样子唱下来哈，整个投入非常好。谢谢。今天对我来讲，有2位几乎是满分的。谢谢。好，安子 C， 安子 C。好，来请庄老师。我先来说庆鹏哈，庆鹏，我想，这首歌真的是很不错。那给你一个小小建议，因为我觉得今天你的，整个演出的过程当中，我觉得有点可惜的地方是，你从头到尾的宽度。有一点点太接近了。其实你在前面的部分，我觉得你说的部分可以再多一点，叙述的感觉可以多一点，然后到后面你的旋律性才会出来。不然你前面述说的部分，我觉得你的旋律还是多了一点，述说的部分不够的话，整个那个层次分不出来。好，这是我想给你一个建议。再来就是，因为你给嗓音哈比较厚。所以说你整个在厚度的时候，你到低音的时候就会糊在一起，哎，这个是我觉得你可以去克服的。看看那个低音的时候，你要把位置稍微怎么摆一下，才不会低音的这种全部糊在一起。因为你本来就声音厚度是够的，到低音就会很沉。好，这是比较可惜的地方。那俊甫，我觉得你今天。我觉得很棒哎，我很喜欢你今天的表演，因为你一出来的时候就把我带进了这个歌里面的整个情境。我觉得你今天声音的表现非常的舒服，对，而且你的层次的铺陈我很喜欢。虽然第一遍歌的那个
假音有一点点小小的 miss， 好，没有很味道那个位置没有摆得很好。可是我觉得你第2遍歌并没有真的被影响得很大，你还是很慢的去叙述，然后最后的第2句你是用真音去表现，再回到最后一句你再用假音去表现。我觉得你今天的层次做得非常好，未来在唱假音的部分多多练习的话，那个亮度就会更好。好，好，淋漓尽致，这多完美，怎么办啊？哇，来，先一个一个来处理。哎呀，一个一个。好了，先处理谁来？起 Kim 的分数。94分。好。另外一位要处理慢一点。主君府。来。2位94，位93，分数同高呢。那我们来看那个差一点点就完美的。看吴永斌的分数。哎。什么感谢？金曲歌王就是金曲歌王。所以3位的那个分数下来，我们决定留下来的是吴永斌。是吗？做得还有休息的，好啦，完成你的愿望了，破9了。你就让他们2个都入围这样啊。真的很厉害。我觉得真的当一个创作歌手，尤其是就是像姐姐这样子的声音，然后又会唱姐姐啦，多么礼貌呢？姐姐，她年轻呐，胎记，而且他们创作的都有自己的味道，尤其是唱歌，他们有独特的声音，我觉得很欣赏。那我们也期待你的喽，谢谢，继续加油专辑赶快问世好不好？啊，那今天俊福排谁？暂时淘汰。好吧，枪死，加油！要分数按高，今日是赌多2位强数，没办法，好嘛？对。按呢？来看下一组咯。要团比赛，按着看下一团比赛。係。哈，下一组嘅慢人咧，來看比賽。今年該可惜，團隊魔王賽當中淘汰嘅，不過做得團按厲害嘅歌手吳永斌來搶下比賽，係十分嘅歡喜。希望接下來我會更加努力。哎，下組嘅慢人咧。總向曲。有啲數。好了，分享來到舞台當中。哎呀，就成年哈，就能量 V 嚟啦哈。好來，一個傳統組嘅哈，冇啦，文青組，不是流行組嘅傳統啊。流行。啲老人家啦，啲後生。後生還有不同時代啦哈，冇講時代喺度變啊嚟哈。但是今日按照有請魔王咯，哦，處一下，歡迎來魔王嘅慢人。後部還有差唔多有10隻魔王，係啊，看出都慢人，來，處一下來。有，清新女生。清新女生，你呀？吉米單體歌。心頭亂昏昏。哎，这首歌应该最近传唱度很高啊。对，在我们客家界打出它的一片天。但是就是都天亮了，人家就找不到这个版本啊。找不到哦，要来这边才可以哦。哎呦，很难走哦。清新女生还慢一鸣惊人一下来。唱出啥 ？Just get married, hey I'm for he， 愛幸福到伴大家欣謝。哎呦，新婚快樂！真的蠻清新的呢。对。哦。而且聽唐雅嗓音，會有一種意猶未盡的感覺。真的，這個聲音有點，會不會有點那種做作的聲音？不會啦。你是矯情。矯情。沒有人家聲音本來就是這樣啦，這樣的。哦呀，喂，慢人的清新女生。清上愛看哦，睇佢上看嘛，來。歡迎魔王。請出場。哇，謝天。
今晡日来到农业大擂台，我有啲包包地杯度准备包庇生子，我本出动我嘅选手出木之用嘅哦，希望你唔是按甘苦哦。他跟永斌一样哎，永永黑俺的农业大擂台20关的关主。是啊，对，很厉害哦。所有客家界里面的所有大大小小的活动，他是御用主持人。当然哦，我有一次还跟他一起唱呢。真的、哦。爱结共是梦，走马该相爱啦。唱，男生部分唱完了，换他。那是故意的吗？没，因为眼镜又没戴，然后一个踩空，这样子吗？这两是因为全国客家语天才艺表演。就是接了3场，就早中晚，所以喉咙有点吃力。不过那天场太大。哇，其实迄技术歌曲真紧轻高哦。嘿啊，那今天可以小来一段吗？魔法图。那今天难得邀请他哈，这魔王的很厉害啊，厉害嘛哈，20关未免的开玩笑。对，那唱马狗。爱爱唱。就是在欧洲买的鞋子。啊，你呢？8年生，8年生，8月15日之港。你给我笑成这样。你要什么？我还唱《记唔出嘅心》，记唔出嘅心啊！来，弹宽了3条后堂的歌曲来。做機械一九無人做來，行獨行嘅時代。做機械添真嘅表個帶，上頭面去頭擺，頭擺。中年行
唱山歌。金曲歌后，欢迎魔王出场来。流行组的也来当魔王，传统组也来当魔王。有没有爱亮组都必勾啊？真的享受啊！已经今日都十强的时间哈，抢了所有的，不管那参赛朋友也好，那魔王也好，哇，躺着的这一种非常好的享受，对。嘿呀，接力赛，谢谢。好厉害，没有退，没有退步呢，还是那么会唱呢。有啦，不过我还是真的很想再听那一段呢。喂。结局不是门，做嘛该爱相爱？菜了点情的暗不透。唱不下去，按狗。无约水唔摕，熟悉了色彩真眼眸。换你了，来。忘记歌词，没
没有破音就好了。哇，你 OK 了，成功了。对呀，来，give me five 一下啊。可能吼又讲声音又脏哦。有用量杂，嘿啊。哦，出力高哈。嘿啊。有脏嘛？你知道有脏嘛？你讲咪到诶。你较太伤啊。嘿啊。还知道呀，他看唔会从少女时代按不会破音。是破音。来，每三年当年的状况冇同样啦。好来，那位先生的公平。好来，诗慧老师。P 鸦片嘅部分啊，因为今比创业术各位。本来感觉讲人家成熟度非常非常的高，然后人家换气，然后还有表情那个表达也好，感情的表达也好，我觉得真的太棒了哈，真的太棒。所以因为还在存在着你在白色约定上，OK， 拍摄的约定上吼，所以我知道哎呀，今年咧对你的推边来讲，我知道变化当多，所以我希望讲高卡进步，高卡加油，好，谢谢。然后再来呢，都来讲像香菊姐哈，香菊姐，因为偷要输国外啊，因为欧洲嘅海吼，要输国外，其实农场下要输国外真的。真嘅懂戏法，因为三年偷嘅嗰個金幣就很特別哈。香菊姐，金幣創嘅方式啦，因為一開始加個編曲嘅方法同喺啲吉他一片顯來，所以呢，其實當溜嘅去給它破嘅，沒有辦法掌握。我看到吉他老師在想辦法跟你了一下，所以其實人家頭前唱破嘅部分，係吉他老師然後糾正來。謝謝葉德老師。好，然後糾正來哈。機械一九無人做來，行獨行嘅時代。所以基本上我知道還好，啊，不過亞叔各位在鋪陳上面，因為人家嗓線比較優啦，所以比較適合唱一些美聲的東西。所以啊，不過呢，因為按的表現方式，亞叔各位省方面啊，就會顯得比較沒有那麼的出現，就是我們講的說唱。嘅感覺就冇咁明顯，所以呢，還有就係表達，唔想去表達嘅層次感嘅時間咧，可能啲後部嘅部分就較為磨練，所以見邊個個人嘛，其實有啲略嘅痕，略嘅痕，所以其實人嘅聲音就係表現個人嘅部分嘅時間嘅甜美度，不過見邊就是比較辛苦一點，因為個人嘅部分較痕嘅關係，所以就變得線條上面沒那麼漂亮。好 ，OK， 再來就是麗書了。麗書哈，我一直很喜歡你挑的歌哈，好，今比偷亞書國外真見動特片哈，我咩頭一擺看到係徐麗雯寫的詞，我第幾會寫詞，然後第幾會演戲而已，我不知道他會寫詞。今比亞書國外佢寫到，我知道寫到以後，還有聲線的表達來講，我覺得聲線表達非常好。不過就是你可能一開始進歌的時候，你可能一下情緒放太快，突然。爆出了半夜聲的時候，一下把唱太厲啊，所以沒有掌握好。還有嗰邊要彈吉他關係，還有兩雙吉他的模式，所以呢，對你來講，可能你去給他衝過的時間，對你來講，想要表達層次的時候，就會有一點負擔。所以你在表現上面，其實後輩來講啊，你像半夜聲鴉片的表現的方式，其實你帶一點滑音。半夜聲在唱的時候，你帶一點滑音，其實會層次感會比較容易收回來。它會比較容易把它收回來之外，你這種 ending 法就會跟頭前的半夜聲冇嘛共樣。所以啱過呢，你頭前然後後背表現的方式共樣以後，然後層次感後背就做冇按明顯，按得就較大聲。係啊，因為今天的雙吉他其實我覺得很喜歡按的配樂方式。唔過呢，就會講可能又要彈吉他又要唱，所以你。開始會忘記你想要分擔唱歌的部分比例，而卡抖的位，好，所以你在這上頭的壓力比較大。好，不過呢，整體來講我還蠻喜歡的。好，安之 C。好，可以唱郭麗老師。香曲姐姐哈，香曲姐姐人本身嘅聲音嘅品質哈，人家不管係亮度也好，不管係聲音的發度、寬度跟這個亮度都是非常好。一出場就低咧，那你嘅實力唱歌嘅時間啊，之後你在獻歌嘅時間就非常嘅重要咧。你今日獻嘅亞洲歌曲咧，基本上夾嘅亞洲歌曲嘅主歌同副歌嘅設計咧，係你共樣主講主歌嘅部分，較偏向於用講出來嘅方式會較打通人。
副歌发出用亚实力去唱出来，做一个区隔。耶稣国的粉丝就会讲，你今天从头到尾耶稣国唱都懂好，非常好，但是都是在唱的。如果要加强分的话，也部分就会用一些嘞，因为主歌副歌的落差就没出来嘛。好，我喊你强调一件事情，你唱得很好，但是你从头到尾唱得很好，落差就在没有铺陈，没有那个落差。但是讲你有把那个主副歌给落差做出来吧，分数又很高。但是我今天给你分数也是不差，好，加油。再来，如果丽叔哈，丽叔你今天挑了一首接近完美的歌啦，我本来是要给你很完美的分数，可是你一句歌词唱错了，对不对？你去改题嘛哈，用的鬼了更呀用。海风那团自由线，难言情意同源头。如果你今天这个错误没有犯的话，基本上我很想给你满分的，不过我还是要把这一分扣下来。我希望你这个致命的错误不要再犯了，否则会很可惜。除了这个，你今天表现我只能给你2个字：完美，太棒了！不管是你的表现，不管是你挑歌，都真的很棒。好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老师。好，老师啊，你那么客气干嘛？你自己也不差，对啊，当然也是要谢谢老师。你现在演还出啊？你就吓我一大跳。你比完老师赢，那你可以比这样。好了，加油加油哈，谢谢。好，什么老师？好的，看分数好嘛，来。哎，Q 用一类来了。哎，慢先处理。总雄 Q 的分数。老师，好，93分。接下来有历史的分数。哇，94分。啊，再来看哈。今天呢，从用兵强用啦，96分了哈。哎，希望哦，希望哦。好嘞。你这个冇信心呢。来，小 P 的分数。哇！Q 姐姐，有限的时间吼，迄个人平时有唱歌呀，像迄骑这边匆匆唱歌，你就做代班，千万可分数嘞。哎呦，很加过98，很厉害哇！对呀，你唱98分呢，吴永斌。对呀。怎么办？吴永斌很厉害，96。哎，你这个分数以后多来参加那个奖金挑战赛，真的，一定都拿到奖金。行一班挨吐挨妹来，挨妹来冲，哦，好。哇，安尼熊克金你就暂时淘汰了哈，签死啊！也恭喜你过关哦，恭喜你啊！啊，也谢谢你来，好不好？谢谢三位豆家啊！今日的93分暂时淘汰。出彩讲一下后生的千位唱哦，我输得心服口服，希望有机会我會做進來個團員變一下來。好，也到陈同组的比赛哈，也係陳同組嘅10強啊！哎呀，禮拜二安排6位啊，6位，一禮拜。这一批6位，好，下禮拜4位，好，這是10強啊。好，啱哥同魔王強樣哦，有魔王哦。魔王啊，對，啊不到，流行歌曲做嘅魔王 PK 賽，傳統做強樣嘅魔王 PK 賽。好，因為條都較少年嘛嘅，阿兄哥，也多年。按今日魔王有唱差不多有8魔王。多少？对呀，这个分有8所以两位一组的话，就大概就有限制的机会啊。只看等下出动慢赢哦，哈。好。来，比赛之前介紹下你評審先生。蔡永平先生、李秋霞先生、羅毅先生、黎明正先生。有唱第一組係慢贏呢？林彩麗、鄭永飛。好了，歡迎兩位來到舞台當中。來。哦，用分吧，要升3枚屯那华师大乐队家呀。要聽做的哦。做的。你要我按多按你3咯。係啊，舞台3要我按多。平常時要做按你一行家嘅哈。你買菜啊？要唱歌真要唱啊。我要做。平常時電腦不也有表演嘅呀？幾飛啊？以前啊。哦，所以要做以前做嘅留下來，就係用得到，沒有。舞台裝。好啦，2位
来除一下。好，慢点除。来除，看除到慢点，那边魔王。彩丽，给我。除到慢点呢。金曲歌后啊，那传统族的有人得到金曲歌奖，金曲奖啊？有吗？有吗？有哦。有发现哦，王凤竹。王凤竹老师。王凤竹有是得高样的哦。哦，安尼有可能是王凤竹哦哈，来谈一下一鸣惊人。哦，金曲歌后。嘿。报道台湾，好风起呐。一上咩王凤竹的上。可有万年呢。唐迄个声音请后上。后上哦，来看一下有魔王的美，欢迎魔王出场。来。Hello， 各位海军姐大家好。迄讲拄到爱嘅花，可能怕为下注意地位哦。因为呢，拄到爱嘅花，可能怕避到了大位，所以老太家讲上再飞咯。因为年度总冠军嘅王已经转来咯。连流行组的也来当魔王，传统组也的魔王。因为爱亮足都必勾啊。3不5时还去总统府唱歌。去总统府唱歌。不知道你去哪里？无人爱今年9月份嘅时间又参加了广播金钟奖的一个表演。系啊。哇，广播金钟奖。那你去表演嘛？传统山歌嘛？冇，因为一共有10几位 DJ 一起去演出，就是说，你平常是6支节目嘅時節，啲604地位都會發生嘅事情，眼神也出類似歌舞劇嘅表演。所以你本身呢廣播人嘛，冇錯，所以要到幾位當好。懂厲害咧。好嚟，用份歌啊，草馬歌。裝平板。平板。來，彩麗。洛杉歌。好。宇娟，平板。好，来唱3位后堂的歌来。愛唱山歌。
事啊，黑过了伤啊，总爱缘落了啊，伴云江南。是一把罗结那，拖落了河那，古代分那面那，就好了。顺便两个这样。相送浓情薄，重击歌王，不要重病歌王就好。重病。半山有一姑娘啊。哎呦，怎么唐冲啊？那传统那个三太跳歌，一鸟人啊！哦，以前嘅传统嘛厉害，流行嘛厉害，真的。所以呢，有那些唔厉害嘅咯。也冇啦，但相当厉害。他又要主持节目，才乜个全部做包体的啊！冇啦，包体的。对呀。我按你冲动用版的唐先生的公平啊，好不好？以上的苍永贤高中。好嘞，苍高中嘞。王少志创的一个平板吼，亲有其个人的一个那个风格，老师声音全部都相当好，但是当然假使我根本喺屋内突嘅缺点，系要抗嘅思念的话，佢可能嗰只國家嘅國師哈，我相信其實係應該啲啦哈，係。
也要较无足的喂。假使安尼话，基本上来讲，也是绝对冇问题，唱得非常安好。哦。稍后就郑先生，郑先生唱也平板，有咩腔样，佢咩有佢自家嘅特色嘅素材。只不过因为每一隻詩嘅強音有上是，佢作為強音啊嘅聲啊，安排來冇按好些啊，嗬，就要較大聲。有一隻音，可比講四季八節，吞略好。好，然後好，也有一絲絲嘅偵查。其他相當冇問題，咬字也清楚，唱嘅聲音各方面，係對我個人嚟講係也非常欣賞嘅唱嘅一個人嘅平板。前兩個就一個林秀智哈。林秀智佢唱也老山歌啊，嗬，基本講按後生嘅人可以唱出安尼老山歌嗬，也是出得也來誇獎嘅素材，睇佢所有嘅唱音各方面佢都要唱到，嗬，一個咬字也親民，音色也清清朗嗬，佢係一個合適唱歌嘅人。當然，佢基本唱嘅假使講抗日4年嗬，我喺聽到講佢天意機山歌推推傳多件，根本嘅咧件，嗰隻件事佢要一絲絲嘅較大一絲絲嘅聽聽嗬。推推呀，傳多件啊！其他嘅部分應該就還算清楚。好，謝謝，好，安尼。再嚟春夏先生。首先，安尼講菜列，家教長要講到了傳多劍嘅，你嘅輸音嘅時節，你原圖冇夠啦，嚇，你頭前表現到好，但是你嘅輸音輸到唔好，是欠大爽，所以呢。傳多劍，劍咬字當然要標準啦。是講原圖方面，你輸音是要注意點哈。還有後上音，哈，你是個劍到音啊，兩隻字，你嘅輸音轉去已經加強 ，OK 啊。先生，至於你咧用粉果，你嘅上音係太白嘅，輕盤，嗬，睇你上面唱歌非常非常嘅爽快啦。唔過作家教長講係要簽多詩，嗬，你可能戲中的聽多，所以你在後半夜輸音嘅時候，咩感覺本人講按到力不從心嘅感覺。還有講我唱歌唔是聽歌聲，有人唔是按歌聲，你就咪做講啊嗬，唱歌吧，除了你感通配上，你咪感通一家，你自家可能冇法度感通，你咪要唱一本嘅欣賞，哦，所以你。我就感覺你幾首歌就比較太白度嘅唱嗬，原圖方面你注意嗬，踢歌聲，踢過了聲啦，你踢過了位，你轉轉要少一點點嘅，哦，先大聲嗬，還有吞落河咩有感覺，你咧書面咩書都冇講到嗬，好歌帶分面多少唱1/4拍，超好聽咩？學嘅冇講當問題，所以請大聲嚇。至於啲意見咧，當然講啊，可以講一出非常咩，師傅非常欣賞你嗬。當然啦，你後生人能夠將你平板，我根本明天聽你講，你平板唱得非常嘅軟度有拉，哦柔軟度有拉嚇。啊唔過你後提防嘅方式，你發現冇標準。啊希望客戶你哋更加好，加油！好，加油！好，好，來，好，你選嚟個連菜啲嘅分數。好，嚟。哇，94分，阿媽你高哦，你做嚟看下咧，阿平高嘅分數咯。鄭永凡嘅分數。92分，差2分。
系啊，慢慢还先来看一下。魔王哦，唔要强，会不会强呢？强嘛嘅啦。评论都按好，一天唱歌的啦。哦，加流行歌嘅做196，一198。哦，可能要99嘛。可能怕90。嚟，王意健嘅分數。94，才1点哦，还是有帮你留住面子哎。哎，彩丽，魔王跟你分数一样呢，那你下一次可以来当魔王了。然後 PK 干媽，PK 干媽。基本要阿泰加持。阿泰啲啦。阿泰啊。你看唱歌啊？隔壁嘅咪，隔壁嘅阿婆。隔壁係阿婆，還有媽媽。哦，媽媽，哇，佢家都來囤子子，難怪。啊，你家子啊，你越叫啊，叫子啊，啊，真係是慶太嗰種自己的成就感的歡喜啦，喜極而泣啊。前母叫子還有總冠軍呢，不要那麼快哭啊。你的哭點好低啊。感性呐。阿平哥，我哋拍攝哦，今日就簽字投胎，簽字投胎哈，謝謝哈。哎呀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，彩麗，謝謝宇娟，謝謝宇娟啊，來當魔王。好，希望接來。好，冇問題。哎呀，按照看下一組嘅比賽好啊，我來看比賽咧。今日啦，魔王 PK 比賽，簽字本已淘汰，但是我分數唔係清大，希望有機會將咱先鋒先生。好了，下一組嘅乜嘢呢？怎麼贏中一線？好來，快要來到舞台當中嚟。來，這麼卡啊！來坐下。坐地。好來，兩邊特別喺度邊啦嚇，喺度魔王向下邊嚇。啊，當然有可能魔王會輸贏掉。哦，咩有可能就兩邊啲邊嘅呢？我看埋呢分數嘅大啊！好，慢演出。好。很有趣味嘅魔王看出到哪位好嚟？飛哥來了。飛哥。張飛。為什麼叫飛哥？重擊歌王。曼尼萬特別是。哦，你是想到重擊歌王哦？很多人騎重機啊，我也有騎過啊。不要重病歌王就好了。重病。啊。重擊歌王一賣，青少呢？啊，我聽下，來彈一下《一鳴驚人》好冇？來吹下嗓嘞。失去了殘愛水，良心冇頭腦。哎，這聲音真的很像飛哥哎。是不是這是張飛啊？飛哥呢？這個是，乾脆請他出場好了。好，我們歡迎魔王出場。哦。大家好，我今日係來做魔王。每日嘅任務就係淘汰選手，希望佢哋神猛到。兩位主持人好，大家好。歡迎開泰國。幾多年呢？中職場搞2年。2年。檔次班應該是搞多年的啦，15年就。哇，好高啊，好高啊！係啊，真是啊。當標送吼。係啊。伊吼除了騎啊重機吼，伊真經創過嘅得蠻厲害呢。唔管比馬嘅全部攏冠軍提名嘅呢。種其他按腳吼標冠啊吼。冇這樣啊。人氣啊。有去環島過嘛？有嘛？有計劃嘅啦，本來就計劃講，搶名嘅時間，佢就連假咩？冇啦，佢搶名時間有時差咯。清明啊，清明節，梗要連假啦。嗰時嗌買嘅，嗌嚟嘅啦，就去到啊要個中資派咩？嗰時其實嗰時講大家潮人對奮鬥啦，但是
后点加下爱写拢是有点事情啦，但是大部都是摸吹起来。对了，起重机最大的心愿，这个环岛1圈哦，就很开心。但安全轻重要，安全轻重要哈。係啊，安尼啦，今日有唱到在魔王，魔音记呢带了马狗。我帶來個瓜子仁。安呢？我唱平板。平板。平板咧。總之。我唱羅山歌。羅山歌，我嚟彈一下3條後堂嘅歌曲。
上台唱歌。江南，总爱了人命做得江南。办了傲事，从来张郎，过上了。唱出了银凤娘啦。哎，唱到那作啊，你冇嘢啦。啊，可能滚热呢？啊？哈？嘟嘟好啦，不会走的，不会走的。其他是冇嘢，其他有安全啦，系啊。防摔啦。对。防摔。讲到我一摆哦，我一摆去哦，我抽查嘛，抽查哇，前面有查，我就推啊，佢中间有个猫眼有嘛。冒烟。系啊，我就推都猫眼，啪就扶到。查佢攰嘅像壞漿漿，嗌好彩建議，我嘅安全帽一當2萬人元啊，好彩嗬，啊皮衫嘅皮膚嘅全部做麻血，冇爽哦，我身到一點嘅爽都冇，但是我放喺面床度1禮拜冇辦法爬起來。哦。內傷。啊，對一擺開始唔多講起嘅。牙本又唔係危險。真係。係要注意啦，注意啦。我騎腳踏車都唔敢騎得腳。腳踏車，騎腳踏車旁邊站。來，先談一下羅英這樣的講評來。首先來講一下狀態者吼，我感覺呢個上任。當好就是講誒，本意按照名呢，我感覺呢係當溫暖嘅上任，好，因為呢個帶任當憂傷，所以呢談起來本應取到當強勢，不過就是顛倒過來講，呢個個任就是生意，好，譬如講呢個提一紮事提一記。創出來嘅時間，兩隻事講實在話，入下唔好創，因為創出來嘅個時下變吼，還有個個人，所以你提一隻事落來嘅時間吼，就了了就緊張咧，吼，所以冇創到當好。一盤瓜子330松。唔過呢，呢個咧強壯天二團一條樹根，也係吼樹根嘅根，瓜子嘅籽，全部係個人。個人對你來講，就可能會一個多加練習一下，因為個人就緊張就會難忍，吼，你就下危險。好，一個來講狀態者吼，呢個咧。禮拜嘅3個平板吼，從到當好，是講係講最近會搬到建議出去。你係平板啊，幾個你係速度可能你會去習一下。譬如講嘅天氣機吼，行路難，你偏就會行慢啲喎，吼，會結束嘅感覺。你天氣機，你天氣機慢啲比鐵絲機行下多。人當講做人唔會影響速度。
途。好，航路哦难啊，俺冇变慢。航路了难啊。就两篇可能注意到，按样先弹起来会较顺畅。好，再个咧。講繁體歌吼，我嘅聲音非常嘅亮，非常嘅好聽，所以我感覺根本你唱起來吼，當本人入啲係輕鬆嘅感覺。所以講，另外本人一則建議啦，我做啲參考一下，某一天吼係唔係最好嘅，就係我嘅天意記，總愛怨咪吼，總愛改片呢個了，係唔係出家用腰又係哦？來個戲就好咧，因為了會改咗音，我講講呢個聲音按好聽咧，很有弧度的聲音，唔是就個改咗音，我講講按挖個戲，會本人很流暢、很一氣呵成的感覺，係是夢。謝夢老師，好，安子先，好，安子來看分數啦，好嘛，好來。先來看總委員的分數。好嘞。哦，90分啊！哎，安尼咧，另外一位咧哈。蒋一賢的分數。哇，跟6位90。哦，啊，你可能等下先啊。中央好。係啊，中央好，中央好。等下先嚟看一下魔王嘅分數。范晴凱的分數。魔王就會魔王哦，哎呀，不錯個。啊，你啲紅筆90分。老師，等你們討論一下呀。中國青鐵色，對，是不是牛？真的哦。哎呀。你跳到。三個流來衝啊！是打拍子嗎？唔係咧，會嗎？牛阿太啊！有，個師傅佢唱到高音嘅時候，會牛啊咧。來，等下聽就好好的注意。經過精彩嘅比賽以後，也兩三人都創到評數，在評審席上開會討論以後，希望人會順利過關呢。哇！經過先生熱烈嘅討論以後啊，咁就要一定要做反應。係啦，你一個反應呢，就係唱高中。我嚟公佈一下。係好熱啊，係咩反應？速彈速背就會肉啦，嗬。其實大家嚟唱歌嘅主要嘅就係娛樂。不論獎手指也好，總手指也好，佢兩三人會得到同樣嘅分數，表示佢有一天嘅前天本體4個評審有4個評審嘅各三人嘅看法。故所以前頭要大家討論嘅結果，就講兩場賽簽時就留總委員手指，獎手指就簽時講係讓一下。哦，安子些哈，是啦哈，來，兩三級咪都會評分哦，本來呢4位先生這個實在真係千頭痛，唔過啲選嘅聲音比冇人較好，哦，嘅就咩好，唔過唔最睇缺點係乜嘢點啊？跌撲啊！人家撲嘅非常非常嘅冇穩，特別唱，而且唱嘅電視唱嘅唱老山歌，按度唱，所以而家唱條講而冇嘅 tempo， 而 tempo 捉到冇非常冇穩，你話點正經愛改進，冇而檢嘅係正經唱嚟，而唔係數冇嘢，下回係要叫我加油。安子先生，乜啦？參時你聽聽，對冇？哎呀，反正也都10強變6強嘛，嗬，8強變6強，所以應該有機會啦，好嘛？加油啊你！我一多謝錢海哥，謝謝啊，什麼鳥哈？等下其他專業啊，其他來，執個繞來繞好撈唔看。好啦，安子先恭喜啊！冇想到我會被淘汰。
既然淘汰，我都接受佢，但是我會繼續努力來唱歌嘅，希望鄉親朋友能夠加油。好了，壓軸係乜嘢呢？有小曲了強玉。好了，分享人的舞台動作，來。哎呀！哇！哦，哎呀，走路你是 model 啊？不敢。哎呀，走路那麼秀氣啊！不然會地震呐，要先考慮一下。人行下來，哈，一兩隻腳看起來啊，好像3寸金蓮的腳丫而且他很貼心，他說怕垮掉，真的，哎呀。哦，那是真的。是啊。來，還有一模忘了。出呀，對，快出到滿盈。來，給我。實力派唱將。哦，實力派的，哦，還有實力派哦。唱一下一鳴驚人。好。坐台有衝愛歌啊，太假了糖啊。哎呦，男生也會矯情。對呀，哎，人家是溫柔嘛個矯情，溫柔。唱到安尼，當牛安尼，哦，行雲流水啊。撈來撈去，扭來扭去。哎呀，要從上堂都會講嘛，還好啦哈。凍僵哦。凍僵啊！我講到我個摩鐵的僵嚟啦。我的僵機啊。唔是僵機啊。是僵機啦。唔是咁厲害。來看一下魔王多帶去滿盈啦，歡迎魔王。林心東，上嘅嘉賓大家好。十強嘅選手啊，二條好熱嘅，高度差唔多嘅。我今日來做魔王啊，送四隻字：此求多福。中國青鐵石，對，是不是溫柔？真的哦。哎呀。你瞅瞅。三個流來衝啊！是打拍子嗎？唔係咧，會嗎？要拍啊！有，個師傅佢唱到高音嘅時候，扭啊咧。我等下聽就好好來注意。哎呀，唔好啊！你講落去佢都唔好嘅，自己要注意。不用吃鹽，好。係啊，好，安尼。好，那帶來乜嘢歌？小曲子三個字。三個字啊，安妮呢？羅山歌。哦。好。啊，行動歌。羅山歌。好，來彈看啊！此情了意难明啊，
稀稀两雨，上了梁啊，给你他一嘞。一定啊，会传千里呢。客家天师，大擂台南故事啊，全都来呐。各人创出千本事呐，献出了。当多啊，好人才呐！哎呦哇！成功我今日试过冇牛哦。哎，老三哥牛唔得啦。牛做得啦。那做嘛呀？我们两个都会进六，我们两个都会进六强啊。谁说的？我说我要2个手牵手进6强啊。他说要进6强，你们同意吗？啊？同意啊！哦，真的好啊。哪有林采丽脸很臭不同意？不同意。啊，他明明要跟你手牵手，然后现在他说要跟他手牵手。啊，你就这个水性杨花的女人。他现在想要跟林大哥手牵手。好，来，谈一下的欣赏的公平来。来，认真欣赏。安尼从优秀曲5师那边讲下去啦哈。其实优秀曲5师也声音嘛吼，当有嘛音色啦，一个空嘹亮啊。好，当然啦，就讲在你唱的时间呢，我知道当然你晓得用讲要诗音的长短谱排哈，安尼去对的啦。基本上我是一小小建议哈，就讲唔多前後背嘅記下有冇，記位比下哈，給他比嘅時間多前後背，你睇到堅持多前後背，給他面孔有一啲啲沙嘅。所以你都記得，你氣嘅運用啊，一定要運到慢咯，可以半人次㗎，可以到一場嚟㗎嚇，然後接。因為將來唱前中央啦，然後接定嘅事，
唔好講到後尾甲下去上在邊的，好可能我常常也上見有一啲啲嘅好問題，就係壓力嘅問題哈。你強用唔是呢哈，唔創嘅見比創嘅，實際講啦，不管係堅持用機也好啦哈，有條呢哈，我相信唔做嘅哈，就講本身呢行雲流水樣嘅啦，哈，颱風啊一刺眼，我睇起來平平順順哈，冇乜缺點好講，哈，但是無望哈，林前東先生呢哈。當然也建議冇問題啦嚇，真係唔有啲少少嘅建議啊嚇。因為 T 機同 T 3機未康要嘛，推啦，又都係需要一啲嘅特別態你話，應該記得我家嗱，唱家下唔喺你唱嘅面前按樣嚟發，效果因為美語咪嗬，冇可能講，嗱嘢講你唔可以腳揸個太長條嘅，我需要一啲啲嚟 cut 唐突啊，就一啲嘅嗬。或者我所講，基本上面表現啦，嗬，實在不分顯出啦，實在講嘅啦，所以講我所講，大家就衝嚟表現得當好，嚇，繼續加油嚇。好，安志升，來哦，看分數哦，選我，先出面嗰邊，優秀 Q 加分數。什麼先生？哇，94分呢？按過分呢？哎呀，心臟卜卜病啦！哎呀，跟住來看心臟卜卜病嘅小蘋果嘅分數。總共94分。所以他們要手牽手了。啊，真的要一起進6強哈！哇，等一下會開會討論哦。心肝卜卜病，我連心痛心傷嘅。我係4分已經要嘅。林行東嘅分數。好。96啊，冇問題，模仿做模仿啊。好，按叫模創嘅強樣按凳子。係咪按好？哎呀，師傅模樣咪強創按好。地道啦。係啊，帶住把按用嘅。帶住。哎呦，帶啊！那個真係變咗副錄音咧。哎呀呀！來，開飛咯，麻煩先生 CV 先生的開飛啊，討論下咧。評審先生上腦筋嘅時間又到咧，兩位選手都衝到平數，經過大家開飛以後，希望能夠順利過關呢。好，經過先生嘅討論以後，6萬人呢？強樣蒼先生做壞人。壞人做過一擺壞人，咪要做一擺好人咧。我家下嘅廖強妞手指講，有2、3牽數入6強，不過喺度大家認為2、3已創按好啊，94分。所以同意嘅2、3入6強。強下留下來。哎，好，按字色。是夢先生。兩位啊！哇，好棒，好棒，好棒！這個有得變誒，這個 happy ending 啊，這個快樂的結局哈。是。啊，先通過多車呢？是夢你來呢？有限時間咁多來啦，好嘛？哦，按字色，多車3米。安尼好創過嘅朋友哈，結交嚟報名啊，拜託。報名專線0919383900，還有純正天花0227778231。哎，安子這樣子這哈，今日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，因為呢，我們要多謝啊辛苦嘅評審先生，安子謝。夢先生。謝謝。是夢長水仔。係，多謝。是夢小飄。謝謝老師們，謝謝。好，同時大家唔記得下禮拜同一個時間的收看呢，老年大擂台，老年共下來，再見，拜拜，下禮拜見。